甲伊亲近。所以咱这时阵，咱为着咱在咱下晡下即个祈祷会，即个特别的祈祷会，咱为着这咱家己来准备心。咱即时会当将咱的目睭摕起来咱会当轻轻来听、来思想，也是讲来去想咱目前的情况。咱感谢上帝，伫咱今年规冬的时间，上帝会带领咱伫即个岁末的时候，咱伫这所在，咱来思想过去上帝伫咱生命中间，这一冬来伊会带领，咱就要安尼来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安尼祝福咱，互咱会当伫伊的听内底，会当享受上帝互咱的丰富。若是安尼，咱阁会当看到上帝伊是安怎来看顾咱。对于年初到年尾，拢会当享受伫伊甜蜜的同在。所以咱回顾过去的一冬，实在是充满了上帝的眷顾。咱要继续往前行，咱要伫今日2016年的上尾一日，咱要直接来献上感谢以外，咱嘛要直接要重新得到气力，咱要迎接2017年。主啊，阮喜爱甲你同在，阮喜爱透过祈祷，甲上帝你结连。伫马太福音18章19、20、20安尼讲，这是耶稣甲咱讲的，讲我又告诉你们，若是咱中间有2人伫地上同心合意来求什么，咱伫天里的爸要为着因来成全。因为无论咱伫什么所在，若有2人、3人奉耶稣的名来组织、来聚会，迄个所在都有伊的同在。所以咱即个时阵，咱聚集这个所在，我确信上帝会灵伫咱中间。我确信上帝今仔日特别伫即个所在，要听咱的祈祷。咱嘛要伫这所在设立这段要来敬拜伊。要上帝荣耀伫这所在来彰显。伫希伯来书第4章14、10到16讲，信徒的祈祷是有功效的，伊的功效就是看伊会当靠着信心来到上帝的受恩宝座前。当咱祈祷的时阵，咱就会当靠着信心来到上帝的受恩宝座前，咱要领受上帝的恩典。咱毋通为着咱过去一冬来献上感谢，咱为着咱过去一冬，咱可能一得失着上帝。咱这时阵，咱嘛会当将咱一切不义摆伫上帝面前，可能上帝撤销这一切咱的不义甲过犯。咱若有重担的，这个时阵咱放下伫上帝的脚前。咱若有捆绑的，咱这时阵咱讲为上帝，会当互咱得到自由。你心里若有压力的，若有怨恨的，若有无平安的，今日下晡伫这所在，上帝要互咱得到完全的投放，要互咱得到完全的自由、完全的平安。上帝呼召咱来到上帝呼召咱来到伊的面前，真做祈祷的人，伊呼召咱真做基督徒，伊呼召咱真做伊的囝儿，因为伊听咱。
以温柔的声来叫咱，互咱来接近伊，伊互咱得到安息，互咱得到满足甲丰盛。主啊，你的听是好听的大，主啊，你的听是好听的大，主啊，你的听是好听的大。主温柔的声线，踮伫我的内心，陪伴我的一生，享受温柔甲安静，互我的满足丰盛。主听他的真理，更叫我落你。我坚固的扶持，承受稳定甲安慰。你的名真正甘甜，伫风潮的所在，我要欢喜吟诗，无论环境何歹，求我学乐敬拜。伫风潮的所在，我要欢喜吟诗，无论环境何歹，求我学乐敬拜。主温柔的圣神，主温柔的圣神，踮伫我的内心，陪伴我的一生，承受温柔甲安静，互我的满足丰盛。主听他的真理，更叫我落无你。我身躯的扶持，承受稳定甲安慰。你的名真正甘甜，伫风潮的所在，我要欢喜吟诗，无论环境何歹，求我学乐敬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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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使命也请台湾开出来学乐咱的主。无论环境是安怎好安怎歹，咱都学咱上帝，因为上帝伫这中间就要掌管咱的生命，伊要帮助咱，无论环境好歹，伊要帮助咱陪伴咱行过这的路。所以咱开车来学咱上帝，学上帝安怎来安怎带领咱，感谢上帝来安怎来引带咱，咱开车来学咱的上帝。哦，请主，我感谢学到你。哦，主啊，无论环境好歹，你拢甲阮伫地，你陪伴阮，陪伴阮。哦，是啦，主，哈利路亚，上帝感谢上帝，你的听是好听的大。哦，哈利路亚，虽然阮常常得是你，总是上帝你无你去扫阮。哦，主啊，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伫地的主。我要安尼来感谢学到你，你是阮的元大，你是阮的救援。哈利路亚，是啦，主，我要感谢学到你。哦，哈利路亚，伫呼召的所在，我要回应你的呼召，我要回应你的呼召。今日我正下伫姊妹组织所在，要献上阮一切学到我感谢。我们伫这来将做一个祈祷者，要将阮过去一年的中间所有一切要献上感谢甲学到。
要将阮未来、阮的教会、阮的国家、阮的社会、阮的家庭、阮的生活，一切要献上感谢，献上恳求。阮确实上帝，你要成做阮的保护者，成做阮的传承者。阮也要成做上帝你的宣扬福音的使者。主啊，你呼召阮成做你的使徒，成做你的门徒。阮感谢上帝，你安尼来看重阮的生命。我要献上一切感谢甲阿乐，哈利路亚！嘛是感谢上帝你，哈利路亚！是啊，主啊，主啊，你的温柔的声来呼召阮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的心要完全属于你。主温柔的声息，让你全心欢笑。渗透我的生命，赐下平静和安息。你是我心的满足，主慈爱的真理，你用光照向我。我感受你的爱，在不到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不到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主温柔的圣灵，我们齐来唱。主温柔的圣灵，让我全心感受，渗透我的生命，下平静和安息。是我心的满足，主慈爱的真理，你荣光照向我，保卫我的身体，赐下平静和安息，让我感受你的爱，在不到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不到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我心中是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里献上敬拜。在我心中是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里献上敬拜。无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里献上敬拜。在我心中是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里献上敬拜。在我工作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不到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我们这时候邀请大家一起来祷告。无论神呼召你做什么事，你可能是当学校的老师，你可能是一个家庭主妇，你可能是在一个公司上班，你可能是一个学生，你可能是一个医生，你可能是自己在开业，自己经营店。
不论神呼召你在什么地方，我们要赞美神。神用我们的生命在那个地方为主发光。假如我们过去在这一年当中，你在这个神的呼召上面，你亏欠神的，这个时候你求神来赦免你，赐下更多的力量，让你在未来的一年当中，在呼召之地，在呼召之处可以荣耀神。我们开口为我们自己被神呼召的地方，我们来开口来赞美神，也开口来呼求神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在那个地方来荣耀神，来荣耀主的名。我们开口来为自己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要荣耀你，哈利路亚！我们在我们呼召的地方就是要来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愿意来在我们的呼召的地方来敬拜你，在呼召的地方来荣耀你的圣名，哈利路亚！是的，主，哈利路亚！是的，主，是的，主，是的，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是的，是的，是的，主，是的，哈利路亚！是的，主，哈利路亚！是的，是的，是的。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过去的一年当中，你呼召我们在各个的职场上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家族里面，在我们的朋友当中，你呼召我成为传福音的使者，你呼召我在我工作上能够荣耀主你的名。我们感谢你重用我们的生命，主啊，让我们可以在你的爱中得享你的荣耀，在你的爱中。让我们所做的一切可以荣耀你的名。主要过去一年当中，或许有许多的拦阻，我们许多的软弱，没办法让你的名得以高举。但是我们深信神，你要原谅我们，你一样要加添我们更多的力量，你一样要炼净我们，你一样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未来的一年当中，在我们任何地方、任何神呼召我的地方，我就是要为主发光。我只口说神的荣耀，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祝福人，让你的爱透过我们每个人在呼召的地方，让神的爱就散播出去。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天就来敬拜你，每天的敬拜你，不止在教会敬拜你，在我们的职场要敬拜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敬拜你，在我们家庭里面要敬拜你。我们要成为一个敬拜的人生。我们2017年就是一个敬拜的一个年，我们要敬拜你，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我们在地上的敬拜，如同天上的敬拜一样。哈利路亚！是的，主，求你全能的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过着敬拜的生活。透过读经、祷告与主建立美好的关系，我们深信只要跟主建立美好的关系，我们的生命就完全的不一样。哈利路亚！是的，主，哈利路亚！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将一切荣耀归给你。这样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门。哈利路亚！天上的敬拜，我们在地上敬拜，要如同天上的敬拜一样。主全能的神，你的作为何等奇妙，万事之王，你的道路公义真实，喜在今在永在，荣耀尊贵圣洁圣羔羊，万有对白，主已作王，直到永远，神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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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你是配得尊重与赞美，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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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都属你，全民都属你，能力都归至高神，主全能的神，主全能的神，你的作为何等奇妙，万事之王，你的道路
神宝座设立在这个地方，让神的恩典就充满在这个地方，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敬拜的教会，让我们的人生成为一个敬拜的人生。我们开口为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线上祷告。哦，亲爱的父神，主啊，设立宝座在这个地方，主啊，你派天军天使围绕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看见神的荣耀彰显在这个地方。哦，主啊，是荣耀之主，哦，主啊，是尊贵的主，还有我们要赞美你，还有我们要设立赞美的宝座在这个地方。哦，主啊，你的能力就要充满在这个地方。哦，主啊，你的圣灵要如潮水般的涌入到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的心里面。哦，主啊，我们要让神的灵的浇灌充满在这个地方。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要祷告的声要如潮水一样的那么大的一个声音在这个地方。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要赞美你，歌颂你。哈利路亚，是的主，哈利路亚，我们要敬拜你。哦，主啊，我们要敬拜你，我们一生就是来敬拜你，我们一生就是来荣耀你。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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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主，哈利路亚，我们要歌颂你，赞美你，唯有你是配得赞美的神。哈利路亚，圣哉，圣哉，圣哉，我要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哉，圣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将这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今天晚上在这地方设立神的宝座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看见神的荣耀彰显在这个地方。我要看见主的十架高举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看见这个地方成为主的灯台，让这个黑暗的世代因为主的灯台在这地方照亮，而让这个地方所有的黑暗就除去，让光明就进到这个地方。还有要感谢赞美神，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你，我们将一切敬拜、一切赞美、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要开口来说：圣哉，圣哉，圣哉！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拍手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唯有你是配得尊荣与赞美，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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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恩都属你，全名都属你，能力都归至高神。圣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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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哉！唯有你是配得尊荣与赞美，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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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恩都属你，全名都属你，能力都归至高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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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唯有你是配得尊荣与赞美，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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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恩都属你，救恩都属主，哈利路亚，全名都属主，能力都归至高神。救恩都属你，救恩都属你，全名都属你，能力都归至高神。他请坐，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赞美神。我们看一段影片。
弟兄姊妹，跟你旁边的人说，让我们举起手来祷告。愿2017年成为一个祷告的年。阿们。这一段是回转向神，罪得赦免，心得自由。我们在2016年，我们一起来思想、反思、回顾，我们是不是得罪了神，得罪了人？或许我们每一天都会向神来祷告，说神赦免我，但是特别在最后一天，在这个年尾上尾一天，咱在主的面前来求主来帮助咱，互咱常常在主的内面，真做主所欢喜的囝儿。咱三甲来唱这条诗歌，听我的天父。国语吼，咱先唱国语。永远不放弃我，他爱的同在使我完全，我知他不念着我，我知他不念着我。在许多危难时刻，在流泪的过程，你永不离开或丢弃我，我深知你不念着我，我知你不念着我，吸引我，吸引我，贴近你心，拥抱在你怀里。我爱你，我的天父，你是我的一切，吸引我，贴近你心，拥抱在你怀里。我爱你，我的天父，你是我的一切。咱三个来看一段经文，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记载在诗篇25篇第4到第7节。我来念：上主啊，求你指示我你的道路，把你的途径告诉我。求你教导我走在你的真道上，因为你是拯救我的上帝，我日夜仰望你。古以来，上主啊，求你纪念你的仁慈，纪念远古以来所显示那不变的爱。求你饶恕我幼年所犯的罪过。上主啊，求你因你的恩惠和不变的爱顾念我。我们最后来念这一句：上主啊，上主啊，求你因你的恩典和不变的爱顾念我。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常常来反思，神那么爱我们，可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却常常犯罪，却常常让神的灵来忧伤。有时候我们不够敬虔，我们看下一张图，我们有时候不够敬虔，有时候我们常常自怨自艾，有时候我们不饶恕别人，不饶恕自己，特别是不原谅自己的家人，常常软弱，对神失去信心，或是不以为意的自私、爱争竞，喜欢批判、苦毒、埋怨，在过去的伤害里面走不出来，或是放在心中黑暗角落的陈年往事，这些东西是不是让你的生命很不舒服、很难过？弟兄姊妹，我们来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来光照我们，圣灵来光照我们。
将我们的罪显明。我们用一点点时间安静自己，咱安静，咱家己来思想，咱心有啥罪，互主无欢喜，咱无赦免别人，甚至无赦免家己，是细汉的伤害，咱拢无处理，到伫咱成年，甚至到年长的时候，我们还是在那个罪里面。我们要跟神说，神，我不要过去的伤害，我要将那个过去的伤害离开我，我要过一个全新的生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弟兄姊妹，用一点点时间来想，有什么事情我上面说的，或许你都没有，但是求神来光照我们那些隐而未现的罪，让我们成为神喜悦的儿女。在默想中，就可以为自己来祷告，为自己的罪来祷告，为自己那些神不喜悦的罪来祷告。当你祷告的时候，神会来帮助我们，他会使我们有敏锐的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愿意勇敢的将这些罪向神来表明。相信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耶稣的爱会充满我们，帮助我们有力量去爱去改变。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哦，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哦，主，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着我们的罪来祷告。主，求你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中有很多你不喜悦的渣子，求你医我们出去。哦，哈利路亚，主，是的，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是的，主，是的。谢谢主，哈利路亚，谢谢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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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主耶稣，哦，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要向你来倾心吐意。主，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来认我们自己的罪。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许许多多的生命杂质。求你为我们挪去，求你为我们拿掉。主啊，我们不喜爱那个你不喜爱的生命。主，如果我们不饶恕别人，主啊，求你就将那个可以饶恕人的灵赐给我们，那个可以饶恕别人的心赐给我们。主啊，如果我们不喜欢我们自己，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因为你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的宝贝，我们都是你的宝贝。你疼我赢过一切，甚至于阮定伫十字架顶，是主耶稣，你疼我每一个人。你爱阮无三争，无批判，无个苦毒，无个埋怨，互阮的性命活了有意义。因为人捌主，阮的性命要活了有意义。主，阮感谢你，阮学了你，愿你来改变阮每一个人。愿伫你面前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你的名求，阿门。咱继续来唱这首诗歌，听我的天父，咱这摆来唱台语的。有一位听我的天父，伊永远无放下我，有伊的条带。
念一节的经文，伫诗篇139篇第1节到第7节，诗篇139篇1到7节。因为有一些长辈在的关系，所以我念台语。如果你有圣经的，你可以拿来看。耶和华，你已经监察我、捌我坐落，我爬起来，你拢知。你对远知影我的念头，我行路，我倒伫眠床，你拢详细知。我一切所行的，你也深知。耶和华，我的嘴所讲的话，你无一句唔知。第5节，你伫我的前后为我欢手，伫我的顶面，这款的财物奇妙，我袂话，真悬，我袂话到。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么棒的话语，神爱我们，连坐下、站起来、跌倒，他都知道。所以，亲爱的大家，我们要不要依靠神啊？我们要不要祷告神啊？要。我们的生命要不要不一样啊？要。所以我们要更多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接下来我要邀请大家为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或事情来祷告。当我讲这样子的时候，你闪过什么样的画面，或是什么样的人，或是什么样的事件呢？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或事情，我们要为这个来做赦免的祷告。在2017年，我们要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不再为了那个伤害我们的人来难过，因为怨恨不饶恕，就如心中的一把刀，它不时的会刺伤我们，会刺伤别人，我们不自觉。所以，当我们在生气、恼怒的时候，不好的情绪会影响我们的生命，心灵会被捆绑。当我们可以原谅的时候，或是一些陈年的往事，我们的心就可以得释放，可以得自由。阿们吗？求神帮助我们学习一个可以原谅的功课。有时别人不小心说错了一句话，或是无意间的眼神，别人无意中讲的一句话，也是一个眼神，咱要搁家放伫心内，互咱的心艰苦，敢若石头缀伫身躯，咱来家放落来，放落。检菜毋是参加一个祈祷会，你的心就拍开，你就会当赦免别人。但是咱伫祈祷内面，上帝伊会透放咱，耶稣会听会帮助咱，互咱伫祈祷内面得到改变。兄弟姊妹，为着捌伤害你的人来祈祷，若是无你嘛会当感谢主，哇，我的性命这么好，无人伤害我。咱伫你的念头里面去闪到一个画面，什么事情、什么画面让你非常的难过？我们一起来为这个事情祷告。主耶稣，主耶稣，主耶稣，我们呼求你的名。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需要你。主耶稣，主耶稣，主耶稣，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主耶稣，主耶稣。求你来兴起我们，改变我们，除去我们生命的价值。主，让我们可以原谅，可以原谅别人。主，我们心中就要被释放，我们的苦毒就要被释放。哈利路亚，主耶稣！哈利路亚，主耶稣！主啊，当我想起这个人的时，我的心真艰苦，嘛真受气。有时也会感觉真悲伤。这个伤害我的人，对我所做的代志，带予我真深的伤害。我捌遐尼啊相信伊，总是每一遍想起遐个刺伤我的话，甲对我做出伤害的事情，拢予我甘苦真久。我甲家己讲，我永远拢袂原谅这个人，因为伊伤害我伤深啊。总是主啊，我真痛苦，我互这款的怨恨来捆绑，我愿望会当对这个捆绑来带出来，我愿望会当对你遐得到透放。
想起你伫十字架顶为我所流的宝血，你本是无罪，却是愿意为着我的罪被钉死伫十字架顶。你在痛苦的中间，搁为着我来祈祷，搁来赦免人。我所受的苦，真正是无算得啥物。但是主啊，我无够野的气力，求你赐下愿意流血的灵，放伫我的心内。我愿意把迄个受伤累累的心，抹来伫你的面头前，求你来医治。而今仔日阴暗，我要做一个决定，就是决定了解这个人，这个造成我生命当中有破口的人。我要奉主耶稣的名，选择来了解这个人对我的伤害。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宣告，因为了解我的灵，我就要得到自由。也求主来了解我以前无愿意了解，互我受苦真久。求主来帮助我，甲伤害我的人重新来建立关系，互阮有合一的关系。求你把迄个顺服的灵放伫我的心中。虽然为伊祈祷是真困难的代志，但是我要因为你听我来顺服你，愿意开始安尼行。我相信2017年，因为了解，遐个捆绑甲无了解的灵要离开我。主啊，你手赐平安喜乐的灵，要丰丰富富来灌压伫我的心内，为当互我心清气，灵快乐。原来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最后邀请咱大家为着教会软弱的肢体来祈祷，为教会软弱的肢体来祷告。我们会有心灵受伤的肢体、病痛中的肢体，求神赐下信心医治在当中。我们一起我们为我们教会里面软弱的肢体，或是家里面的人，或是自己为疾病当中的人来代求，一起开口。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求你就怜悯赐福心灵受伤的肢体或是在病痛中的肢体，求主来你的爱、你的怜悯，就来充满他们，来帮助他们、医治他们，主要赐下信心给他们，使着信心来依靠主。主，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要被你兴起，我们的病得医治，我们的心也要被坚固。是的，主，赞美你，主，谢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吸引我，吸引我，吸引我，我滚离心，用手里跳舞你，我爱你，我的弟妹，你是。哈利路亚！感谢神，在他有赦罪的恩典，我们在他的里面，一切都变成新造的人。真的是从岁首到年终，我们在今年当中，相信大家一定都经历很多大大小小不同的事件、不同的事情。但是，让我们一起在这一段的祷告当中，我们一起把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来向他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我们的神是配得我们赞美的神，因为我们的神就是那位扶持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因为有你》。挥别过去，因为有你，生命能延续；因为有你，我不再有恐
无情的爱，无情的爱，毫无保留。主你宝血为我而流，如今我能得着自由，因耶稣拯救我。再次无情的爱，无情的爱，毫无保留。主你宝血为我而流，如今我能得着自由，因耶稣拯救我。再次向神献上感谢，因为有你，因为有你，我挥别过去，因为有你，生命能延续，因为有你，我不再有恐惧，心能够得安息，因为有你，软弱的得刚强，因为有你，不碎的能歌唱，因为有你，心中充满盼望，我能活出梦想，无情的爱，毫无保留，如你宝血为我而流，如今我能得着自由，因耶稣拯救我。无情的爱，无情的爱，毫无保留。主你宝血为我而流，如今我能得着自由，因耶稣拯救我。一起来宣告。天堂门请敞开，神大能降下来，神百姓请前来。主爱，天堂门请敞开，神大能降下来，全能神与同在。天堂门请敞开，神大能降下来，神百姓请前来宣扬主爱。天堂门请敞开，神大能降下来，神百姓与同在。天堂门，天堂门请敞开，神下来。宣扬主爱，天堂门请敞开，与同在。是的，就像神在圣经里面提醒我们说，你要靠主常常喜乐，要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让我们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我们一起来数算神，让我们在各方面当中的带领以及所有的祝福。我们现在一起开口同声，为着我们自己的生命，让我们在一年当中所经历特别的恩典，我们来向神开口献上感谢，因为有神的带领，让我们不管在欢乐的时候，或者是在困苦的时候，在迷惘的时候，在悲伤的时候，但是主总是要成为我们的泉源，成为我们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开口同声，将我们所经历这一切向神献上感谢。哈利路亚，是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就谢谢你在这一年当中。
累或者是软弱，主，但是你的恩典总是一直都在，主，你总是在环抱着我们，等待我们回到你的面前。主，谢谢你用这样子的恩典托住我们，好叫我们可以平安的度过了这样子的一年，这样充满恩典的一年。主，帮助我们更多的来数算你的恩典，帮助我们在数算你恩典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要被你来举起来，我们就要更多的来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你，赞美耶稣。现在一起的为着神所呼召我们在这世界上的位分来祷告。我相信，无论我们是在哪一个职场，我们是在学校，我们是在我们的课业当中，或者是我们是在家庭里面，神呼召我们在每一个地方要做光做盐，神呼召我们在每一个地方要成为他美好的见证。我们为着这一年当中，我们在我们所呼召的这个位分当中里面，我们领受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献上我们的感谢。是主，主赞美你，谢谢你呼召我们在你的位分当中，主，在职场里面，我们可以为你来做光做盐，主，为着我们在职场当中，我们在所有的事情当中，主，感谢我们一人之心，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主，谢谢你，谢谢你，赞美你。接着我们也要来感谢，在这一年当中，主你使我们与别人的关系，使我们与我们亲近人的关系，甚至使我们与同事的关系，你也祝福使我们与家人的关系，使我们成为一个可以祝福人的一个管道，使我们成为你恩典流通的导管。这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一年当中，你使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以至于我们也可以来分享从你那边那一切美好的福气。我们一起来为着我们在这一年当中领受在人际关系当中的恩典来祷告，我们来献上我们的感谢跟赞美。是的，是赞美你，主，我们为着我们家人之间的关系来祷告，主，谢谢你赐给我们在你的身边，有家人环绕在我们的身边，主，纵然有时候会有争执，有的时候会有不献上成为我们喜悦的福气，为要相处的时候，主，我们要学习，就由你的从来来祝福我们的家人，主，要为着围绕在我们身边的这些朋友来祷告，主，谢谢你赐给我们的时候，好叫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有朋友来支持我们，好叫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有主的陪伴我们，主，谢谢你赐给我们的谢谢赞美你。是的，天父，我们也要来用你的属性来向你献上感谢。主，谢谢你是那位救恩的神。主，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了那个极大宝贵的代价，好叫我们因信，我们可以得着这个救恩。主，我们要为着你是这位怜悯的神来向你献上感谢。主，谢谢你在你有丰盛的慈爱以及恩典。主，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在无力的时候，主，谢谢你总是用怜悯，你用那样等待的心来环抱着我们。主，我们也要宣告你是那位信实的神，你是那位掌权的神。主，你是医治的神，你是释放的神，你是伸冤的神，你是那位赐下安慰的神。主，你是那位在各样的环境当中都要赐给我们喜乐的神，也让我们在一切的环境里面，我们可以得着你的供应。主，你是生命的光，你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并且你赐给我们平安。主，你赐的平安是那个世人所不能赐的，是那个世人也没有办法夺走的。我们要是为此来向你献上感谢。主，谢谢你成为我们开路的神。主，你是那位使无变有的神，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主，你是四围围绕我们的神，你在我们的四围立下那个盾牌，差派天军天使在我们的身边来保护我们。主，谢谢你，感谢你，你也是那位不误事也不误时的神。主，在你有最美的计划，主，在你有最美好的时间。主，我们为此来向你献上感谢。主，谢谢你，你也是那位带领我们征战得胜的神。主，你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哈利路亚，赞美你，耶稣。我们再一起来唱天堂门。天堂门，天堂门，神百姓进前来，神百姓进前来，宣扬主爱。天堂门，天堂门，神大能降下来，神的
心紧牵来宣扬主爱，天堂门紧敞开，神大能降下来，神百姓一同在。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向你献上极大感谢，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的心，耶稣，是耶稣，你的名被高举，是配得称赞的神。是的，耶稣，我们敬拜你，无尽的爱毫无保留，如今无限为我而流，如今我能得着自由，因耶稣拯救我。神喜悦我们，他喜悦我们，将我们的祷告跟赞美献上为祭，是烧在他的祭坛前，是蒙他所悦纳，是用心灵跟诚实献上的。我们一起用诗篇第105篇，我们一起来念这个诗篇。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并他口中的判语。他是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全地都有他的判断。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哈利路亚！他是我们唯一的神，他是唯一那配得我们献上赞美跟祷告的神。他也是那创造我们，也是那守约施慈爱的神。他配得我们献上一切的敬拜跟赞美。他掌管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即便是有一根头发要掉落，也要经过他的允许。好吧，我们现在一起，我们来将这样的敬拜跟赞美献给我们的神，因为唯有他配得。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他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不分种族国家，齐声来颂扬，在宝座前高举双手。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焕然升起。从列国到列邦，齐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再唱。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
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不分种族国家，齐声来颂扬，在宝座前高举双手。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焕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齐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焕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齐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来呼喊众城门，众城门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众城门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万国敬拜如众神的声音。再次来呼喊众城门，众城门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众城门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万国敬拜如众神的声音。再次呼喊众城门，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众城门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万国敬拜如众水的声音的声音。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焕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齐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焕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他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主，我们将那一切的荣耀、颂赞、全能和感谢，都全然的交给你。主，因为我们知道你是那位从岁首直到年终，你是那位永远掌权的神。主，你是阿尔法，是欧米伽，你是从今直到永远的神。主，我们将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你的手中。主，不论是我们将要跨到的那2017年，或者是在我们往后我们面对的每一个日子，主，我们都相信主你必掌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我们在这边向这样的祷告祈求，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那奇妙得胜的名，阿们。
感谢上帝，互咱会当伫即个时阵，搁一摆伫上帝面前来诉说上帝的疼痛甲恩典，也互咱有一个机会，会当为着咱国家来祈祷。耶稣是咱台湾的主，咱这段就要为着咱台湾来祈祷。咱先来唱这首诗，互我做你和平的囝，伫万分的所在保养你的听，伫伤痕的所在保养你宽容，伫怀疑的所在保养信心。求主，互我无为家己来求，无求受安慰，只求安慰人；无求受了解，只求了解人；无求听，只求尽力听别人。这是圣方济、圣法兰西斯的祈祷，和平之子。伊希望伊家己真做和平。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做一个基督徒，咱定睛伫这个土地，咱也爱成做这个土地的和平之子。咱会成做咱这个土地的百姓。虽望这个土地充满侪的仇恨，侪的无信任，总是咱有咱基督徒的责任。咱就要伫这个土地，甲别人无共款。咱会伫虽望咱只有5-6%，总是咱爱成做其他95%台湾百姓的模范。咱来带领因来认捌咱一个更真更活的上帝。好，咱来唱一首诗。我做你和平的镜，你黄昏所在保佑你的听，你伤痕所在保佑你宽容，你怀疑所在保佑信心。主啊，互我无为家己求，无求受了慰，只求安慰人；无求受了解，只求了解人；无求听，只求真力听别人。所在保佑你的听，你伤痕所在保佑你宽容，你怀疑所在保佑信心。哦，我做你和平的镜。抓梦所在保佑你耳盲，你黑暗所在保佑你光明，你忧愁所在保佑喜乐。哦，主啊，互我无为家己求。受安慰，只求安慰人；无求受了解，只求了解人；无求听，只求真来听别人。
绝望所在保佑你恩望，黑暗所在保佑你光明，忧愁所在保佑你路。这个时阵，咱做伙为着咱台湾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社会的和平、稳定来祈祷。恳求上帝掌权伫咱的台湾，咱大家开声为着咱台湾才来祈祷。主啊，爸爸，主啊，我们将台湾交托伫主的手中，我们将台湾的政治啊，主啊，咱台湾希望伫今年有政治稳定总是主我看见我的政治也是混乱，我的希望和平啊，有最最人在这中间，为了家己的利益，主啊，给你的电话网上在这中间，主啊，我们看到经济的状况，一直是我这样不理想，主啊，有许多人死，在这个当中，主啊，没有办法，主啊，显明你的律法，使你的道路在我们的面前正直。求你让我们的眼目清洁，让我们站在守望所，立在楼上观看，让我们都能够听到你的话语，行走你的道路。我们知道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求主让我们明白，一切所有的都是你所赐的，并以感谢为祭献上给你时，求你使我们富足有余，福杯满溢。圣洁的主，感谢你带领台湾走过这些年岁的风风雨雨，以慈爱对待我们。在我们的不配当中，你依然与我们同在。不论国家的掌权者如何更换，你才是我们永远的君王。你是起初的，也是末后的。唯有你能带领台湾走在圣洁公义的路上，以慈悲怜悯带来台湾社会的祥和稳定，帮助我们成为耶和华所喜爱的公义之城，忠信之义。求你的灵来浇灌台湾人民，让我们被你的爱充满，喜爱你的话语，得着你的智慧，使我们的灵因你的话语被建造，使我们能够开口发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为这社会带来上帝国子民的美丽，使我们所走的每一个步伐都满了主的馨香之气。因你坐着为王，你的话语坚定在天。求主帮助我们将你的教导深植在每个家庭的世代，切切保守他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吸引他们快跑跟随你，保守他们不落入试探与网罗里。亲爱的主耶稣，请你来看顾台湾这块土地，兴起更多的代祷勇士，向你发出恳切的祈祷，祈祷台湾走出尼尼微的败坏，帮助我们转头不看索多玛俄摩拉的试探，而面转向你。求你白天以云彩引领我们，夜晚以火柱保护我们，帮助我们战胜一切的罪恶试探与诱惑，使我们的灵魂苏醒，成为圣洁的子民，迎接你的再来。主啊，求你应允我们所有在你旨意里的祷告，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做你和平的行，以愿阮所在保佑你的听，以上阮所在保佑你宽容，以怀疑所在保佑信心。哦，主啊，求安慰，只求安慰人；无求受了解，只求了解人；无求听，只求真爱听别人。予我做你和平的行。阮所在保佑你的听，
上分所在保佑你快乐，你怀疑所在保佑信心。哦，我做你和平的镜，你抓帮所在保佑你光芒。黑暗所在保佑你光明，忧愁所在保佑喜乐。我主啊，我无为他祈求，我求受安慰，只求安慰他，我求受了解。所在保佑你光芒，你黑暗所在保佑你光明，你忧愁所在保佑喜乐。这个时阵，咱为着咱的总统蔡英文，甲行政团队。行政院长林权，以及所带领的所有行政团队，求关市长，咱为着因来祈祷，咱恳求上帝带领，互因有智慧，互因有聪明，互因有谦卑的心，为着这个土地，为着这百姓，用心来努力，用心来打拼，咱为着因来祈祷。主，感谢你，将蔡英文总统交到手中，处理问题满满将问题解决。主啊，恳求你在这个地带，主啊，恳求你给有智慧，恳求你给有聪明，恳求你给有判断理性的心。主啊，为了台湾里面所有的百姓来努力，主看见公义，看见公平，看见这个社会的需要，看见百姓的需要。主啊，阮将伊交到你的面前。主啊，恳求你收拾里面的心，公义的心情，主帮助你。恳求主你帮助你，行政院长林权，让他在带领行政团队当中，真的有给百姓的需要为主。谢谢你，谢谢你。亲爱的主，感谢你带领我们经过艰难与欢喜的2016年。2016年，我们迎接新的政府与新的盼望，但是我们仍然看到，在台湾转型的过程中，许多的改革与调整并不是那么的容易。过去党政不分时代，所有的转型正义，需要台湾的新总统与政府官员有耐性、有意志、有智慧，一一完成新时代的改变。因为这样，我们要为着台湾的总统与政府官员来祷告，恳求主你与他们同在。正如保罗写给提摩太的勉励，最重要的是要为万人、君王和一切有权位的来恳求、祷告、代求和感恩，好让我们可以敬虔庄重的过平静安稳的日子。恳求主帮助蔡英文总统、陈建仁副总统与政府行政团队有力量、有正义感来完成这个困难的工作，让台湾的政治亲民、司法有公义、社会有公平，人人有好的工作，弱势者不再受到压迫、霸凌，受冤屈的人能够得着补偿，使台湾成为一个上帝悦纳的国度。我们的总统与所有的行政官员能够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与主同行。求主赐给小英总统有治理国家的智慧，倾听民意，在任期内不被权力蒙蔽双眼，
使他的所作所为、决策都能够秉持着爱与公平正义的原则，不随波逐流，更能够听见从你来的声音，坚守专业、道德和法律的边界的界限，坚持该要坚持的，修整该要调整的，放下该要放下的。更求主给他有清洁的心，诚实正直，成为国人的表率。我们也为政府部门当中所有的基督徒来代求，好让这些蒙神拣选的儿女，在总统行政团队当中能够发光作盐，运用他们的专业及工作的表现，成为最好的帮补。哦，主啊，求你纪念我们众人今天晚上在这边一同的为政府及所有官员的祷告。也愿在这新的一年2017年即将来临之前，求你侧耳垂听我们为总统还有所有官员所摆上的祷告，使他们的治理能够符合贴近你的心意，使你的旨意能够行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Amen。为这个土地，我诚心祈祷，愿主的真理那更全地变就，为这个城市，我欠比较多。这的百姓，愿全年阿爸天父，愿你顾念你，愿颂扬甲悲伤离开咱的心中，愿全年阿爸天父。愿你顾降临，愿光芒甲喜乐永远踮咱心中。这个时阵，为着咱台湾百姓会当来认捌福音来祈祷，求上帝掌权，互咱台湾成做基督化的国家。咱为着台湾百姓来祈祷，为着台湾百姓会当认捌福音来祈祷，大家开声来祈祷。最后，我们感谢赞美你，最后我们就台湾所有的百姓长老、长辈们，完全谢谢你的恩典。我觉得就是我们这样的，我说我们在面向你祈求，我们看见台湾这个土地，我说有许多的这里面的百姓，我说要长期这个生活，所有的生活的生活。求你主，阮伫遮你困求，我看见台湾这个土地，伊本来是你所想事美丽的宝岛，总是长期以来，这个官员、这个百姓，懒散糟蹋你予阮这么珍贵的所在，自私自利，无爸母，每一个人拢敢若顾家己的利益。煞袂记你正义、公平，你使人甲人中间的信任失去。听阮的阿爸爸，你所启示予阮世间人的圣经，有最真理的假释，总是伫台湾只有5-6%的人认捌你尔。阮相信，当搁较侪人来认捌你。
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会更加健康、更加和平。恳求主耶稣基督的保护来遮看台湾这个土地，赦免阮的罪，开启每一个基督徒属灵的目睭，有一粒宣教的心。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甲权柄，完全来破除伫台湾百姓所犯的罪，来捆绑撒旦的计谋甲咒诅。我们要宣告台湾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国度，恳求主来掌管。阮谦卑向你来认罪悔改，恳求你来医治这块土地。主耶稣基督的保护完全来洁净赦免这个土地所有的罪孽，互人回转归向你，互这块土地的人民会当行公义、心存怜悯，会当行伫上帝所爱阮行的道路顶面。伊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愿全能阿爸天父，愿你可降临，愿颂扬甲悲伤离开咱的心中。愿全能阿爸天父，愿你可降临。即将要挥别2016年，我们要进入2017年。你要看见什么？在未来1年当中，你要得见什么？我们唱这首诗歌，我要看见。愿神的众子民在敬拜中看见神奇妙的荣耀。降下同在，在你致命的敬拜中，求你显出荣耀，在你致命的赞美中，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求降下同在，在你致命的敬拜中，求你显出荣耀，在你致命的赞美中，我要看见，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我们呼求你的名，求你恩待我们。我们宣告你的名，求你怜悯我们，求你与我们同行，使我们的安息在你眼前蒙恩。我要看见，我
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各位弟兄姐妹，你在富强教会有得见神的荣耀吗？在我们第一次的建堂到第二次的建堂，在我们所神拣选的百姓当中，在神派遣差遣的牧者当中，在神所差遣的这些领袖当中，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看见上帝对富强有极大的心意跟计划。他要富强成为上帝国度坚实的堡垒，只要我们愿意谦卑顺服的跟神的带领。在未来10年是我们富强关键的10年，在10年当中，我们的组织要更一致化。在10年当中，我们要有更充实的培训训练的系统。在这10年当中，我们要更多兴起宣教的事工。当然，这10年也是你个人的生命接受神的呼召，经历神，服侍神，生命被大大翻转祝福的10年。感谢上帝感动我们，也感动夏牧师、谢牧师，让我们有再一次机会同工。这是我邀请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为我们1月15号要举行的拣选来祷告，让上帝美好的旨意成全，也为夏牧跟谢牧师祷告，也为你自己在神的面前重新立志，预备为牧者同工来祷告，一起来开口同心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赞美你，让我们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更多愿意在神的面前来领受主你的美好旨意。主耶稣，我们要谢谢你，要赞美你，让我们的这一卷在更为你的喜悦，让我们的重新立志在你面前，让我们的主耶稣，你要祝福夏牧师跟谢牧师，所以在世代当中，你要来祝福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我们谢谢赞美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召聚我们成为你荣耀的子民，主啊，我们要再一次的敬拜中得见你的荣耀彰显。我们要看见你的能力，我们要看见你的医治，我们要看见你的旨意，看见你的带领。主耶稣，求你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使我们能够定睛在你的应许上面，谦卑地紧紧跟随你。求你祝福夏牧师、谢牧师。过去你在他们生命所做的一切的功，如今再一次带着你的意象和大能来带领我们。愿你的旨意成全，奉耶稣的名祷告。让我们再唱这首诗歌，我要看见。求你降下同在，在你赐名的敬拜中，求你显出荣耀，在你赐名的赞美中。我要看见，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感谢上帝，在我们的教会在增长的时刻，每一个富强人都按着不同的恩赐投入团队的服事，也在小组中以真实的生命分享来祝福带领我们的新朋友。
在我准备祷告会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意念进入我的脑海当中。上帝跟我说，他所喜悦的、所看重的，不是我们建造了这么漂亮的圣所，不是我们拥有多么美丽的宽敞空间，也不是我们有多么强大的服侍团队，而是他要我们的生命是否愿意时时为他来做见证，是否时时在软弱困苦的生命中愿意付出我们的爱和服侍，在这世代来传扬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一个个被改变的生命中，在我们重新领受神的呼召中，我们才能够真实的看见神的荣耀。这时候，我们一起来为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的生命被上帝改变和领受呼召来祷告，进入宣教的位置，进入小组服事中，进入团队的服事祷告，让我们富强成为一个健康成长，成为神喜悦同在的教会。我们一起来开口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赞美你。主耶稣，我们感谢求你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领受你的呼召，领受你新的生命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主耶稣，我们要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愿意进到小组来服侍，以我们的生命来服侍众弟兄姐妹。主耶稣，我们用的恩赐来服侍你。主耶稣，求你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主耶稣，我们要谢谢赞美你。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我们谢谢赞美你。主啊，如果没有你与我们同行，我们不敢前往。让我们明白，生命的主权、教会的主权在于你。求你真实地在我们生命中掌权，改变我们的生命，用我们新生命来见证你的名，来宣扬你的救恩。在这富强要进入新的阶段的时刻，相信圣灵并亲自带领，持续要在我们当中做新事，我们必要看见你的信实与美好。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再次高举我们双手。主耶稣，我们要看见主耶稣，主耶稣，我们谢谢赞美你。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我要看见主耶稣，我们要更深的看见。我要看见，我要看见，我用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召聚我们在这里，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的，是他精密的计划与安排，是一个属天的呼召，一份荣耀的呼召。让我们谦卑的领受这样祝福，领受神荣耀的呼召，将我们自己当作活祭，在神的面前，因你是贵重的器皿。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从中浇灌我，使我瓦基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以生命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
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出圣洁贵重的器皿，以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让我们高举双手来赞美我们的神。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感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牧场，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牧场，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弟兄姐妹，不管你在这个世上你的位分是如何，今天你的身份是上帝的儿女，你是上帝国度的大使，你是圣洁的器皿，你要看重这样的位分。上帝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并在每个世代兴起属灵的领袖。我真的在我们当中看见神正在兴起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要成为属灵的领袖。如果这时候你心里有感动，你不要怀疑，你不要退缩，你不要拒绝，神就是要使用你，那是出于神的心意。我一直相信有一种祷告是神必定垂听，必定应允的，就是你跟神求，主耶稣，你使用我，你炼净我。你跟神求，主耶稣，你使用我，你炼净我。我相信这样祷告，神必定垂听。在神的面前领受这样的使命跟呼召，我们一起来祷告，要向上帝勇敢的呼求：主啊，我要成为圣洁的器皿，要成为你大能勇士。求上帝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要兴起更多爱主爱教会的属灵领袖，让富强一代比一代来富强。我们一起开口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赞美你；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我们谢谢赞美在恩典当中持续的祝福你的领导。主耶稣，我们求你的赞美在你面前；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求你祝福在你面前；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主耶稣，求你来充满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喜乐的领受你荣耀的呼召，并兴起更多爱主勇敢的属灵领袖，做美好的征战。主耶稣，我们要宣告，富强属你的子民，一代要比一代强盛，一代要比一代敬虔，一代要比一代有信心。愿你的美好旨意成就，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让我们起立来赞美主耶稣，来唱首诗歌。荣耀的呼召来回应神的爱，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出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收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然都归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跟随耶稣
双手，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归你耶稣，一生以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最后，我们为过去的一年献上感谢，为新的一年求上帝亲自来带领祝福，同时来开口为我们台湾所有每间教会来祝福，让我们能够复兴来祷告，也为上帝的国度能降临在我们台湾和世界国度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来同声祷告。主说我们谢谢赞美你，我们主人跟赞美你，这个翻转我们教会，翻转我们谢谢赞美。主说我们谢谢赞美你，恩典长满我们感谢赞美，主人谢谢赞美。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主说愿你国度来降临。主耶稣降临在每个教会当中，复兴我们所有台湾的教会。主耶稣，你国度降临在我们的台湾，降临在所有的国度当中。主耶稣，我们谢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赞美，谢谢赞美。亲爱的耶稣，亲爱的圣灵，主耶稣，我们在你的宝座前献上最诚挚的祷告，求你怜悯，求你垂听，愿将一切荣耀、权柄、能力与爱戴都归于你，直到永永远远。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唔知影你今仔日来参加祈祷会的感受是安怎？我心内非常的感动。伫咱无牧师的期间，咱看见每一个牧区拢有人来参加，这是上帝真大的恩典伫咱的当中。伊无弃杀咱，咱的主耶和华上帝是咱的大牧者，伊的灵带领咱，互咱有较无的心来亲近伊，来参加今仔日的祈祷会，互咱会当举起咱的手，祈祷的手来回应伊的呼召。今仔日我真欢喜。因为上帝的疼，互咱会当伫2016年最后的一个暗，互咱因为伊的疼，组织做一会来诉说伊的恩典，也同心举起手来祈祷，来领受上帝荣耀的呼召。这个呼召要带领咱走往2017年新的一年。要互咱为主来发光，为主来做美好的工。咱需要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来默想上帝的话。请你轻轻把目睭闭起来，放松你的身躯，放落你一切的思虑烦扰，你的不饶恕。你的骄傲，你的无好的情绪，拢放落，只是单纯来亲近咱的上帝，咱生命的主。咱要亲像玛利亚，就坐伫耶稣的脚前，安静听伊讲话。有一位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成就奇妙心事的神。他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的里面有平安。孩子啊，当你们亲近我的时候，我就亲近你们。孩子啊，我的恩典够你用，不要怕，只要信。”有一位神，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他喜欢属他的孩子来亲近他。他常常在呼唤你的名字，
他说：“我的鸽子啊，容我得见你的面；我宝贵的孩子啊，容我得见你的面。”有一位神，他喜欢我们用祷告来寻求他。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叩门，就为你们开门；寻找，就必寻见。”他是从日出到日落，从岁首到年终，都保护看顾我们的神。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在每个世代里，他都对属他的百姓在说话。今天晚上，他要对你、对我的心，也要来说话。他正轻轻地在呼唤你的名字，你听见了吗？他用那细弱微小的声音，在呼唤着你的名字。有一个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耶和华神从荆棘里呼叫摩西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今天晚上，就在现在，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这个荣耀的呼召，也是主在你心中的一个呼唤。请你自己在你的心里，自己来回应神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耶稣是为了我们全人类来降生，他用他的生命来爱我们，他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重新再与上帝和好。主耶稣他是用他的生命来爱我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请我们再一次来唱《荣耀的呼召》，让你来回应神对你生命中的呼召，成为2017年你要为主摆上你自己的呼召。我们一起来唱。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洗礼，以丰富恩惠必从主教。
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归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在美国酒时刻，我们就要度过一个新的年度。我不知道你的心是如何来迎接新的一年。我们看到这个世上，很多人预备到很多地方去看表演，看许多歌星的演唱。可是今天这个时刻，是你跟神回应一个很重要的呼召。你要立志在神的面前，求神在新的一年当中，用你的生命成为更多人的祝福。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站立唱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站立唱诗歌，好吗？让我们再一次来回应神的爱，让这样呼召时时在你的生命当中来感动你，让你愿意在神的面前把你全然全人摆在神的面前。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以丰富恩惠的充足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主耶稣，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全心全人都要献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归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让我们音乐继续，让我们把眼睛闭起来。主耶稣这个时候就在呼召你，他要使用你的生命，成为他神国度的大能勇士。等一下，我们有一段时间要来祝福这些人。等一下，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你可以到前面来，一起来敬拜赞美神，将你自己全人全心摆在神的面前，求神来祝福，在你新的一年当中，来全然的使用你，来祝福你。若有更多的需求，需要到台上，甚至跪在神的面前，求神更大的祝福你，更大的充满你，你可以到台前来。或许我们当中有些人觉得，主耶稣，我真的不配成为你大能的勇士。这时候神要跟你说，孩子，我就是要使用你的软弱，成为我的大能见证。那你就更需要到前面来接受神的恩膏。或许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你在这世上有很高的位分，但是你不容易谦卑你自己到神的面前来，全然在神的面前摆上。你也可以到前面来求神，让我更加的领受神的恩典。你不要看别人。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你就到前面来。神清楚你心里所想要的，想要在神的面前所渴慕的，神就要充充足足的充满在你的生命当中，充满这个宝贵瓦器当中。当我们再一次来唱歌的时候，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就到前面来受神更大的呼召。我们一起来开口唱这首诗歌，双手我们高举双手来赞美主耶稣基督。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
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归你耶稣，以生命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在你在前面的时候，你跟神祷告，主耶稣，你来使用我，你来改变我，你来充满我。这是我们请我们教会的长老，我们所有的小组长，你的爱手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来祝福他们，让他们的生命更成神的祝福。我们的长老们，我们的小组长们，请来服侍这些弟兄姐妹。让我们站立的弟兄姐妹，你依然在你面前，在你的位置上，继续来赞美神，继续来赞美神，神要充满你，在你生命当中，哈利路亚。我们是卑微的器皿，软弱的器皿，但是主耶稣，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我们站立在你面前，我们要敬拜赞美你。所以说，我们敬拜的时候，你的荣耀就充满在我们当中。主耶稣，我们看见你的能力充满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在新的一年，主耶稣，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主耶稣，充满我们在我们这些宝贵的器皿当中。让我们更谦卑的与你同行，主耶稣的恩膏充满在我们富强教会当中。在新的一年，主耶稣，你带领的新的牧者在我们当中，我们要跟他同心合意来建造神国度。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荣耀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我们起立来赞美主耶稣，我们谢谢赞美主耶稣，也向你的隔壁的弟兄姐妹来向他们道声新年快乐，愿主耶稣充满你，愿主耶稣来充满你，哈利路亚，主耶稣在你，愿神的新的一年充满我们的弟兄姐妹，哈利路亚，互相来道新年快乐好吗？愿主耶稣来充满你，哈利路亚，谢谢赞美你。我们今天晚上祷告会就到此结束。愿神来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在新年里重新得力。哈利路亚，哈利路亚。